最近有民众တင်證講，去互做裝潢的業者騙去，這工程款收了，卻一直攏在拖，唔去施工。而且受害者是包含伫咧湘北地區、台中、嘉義等等，至少有20戶受害金額要到600萬。立委也提出5大訴求，呼籲公部門得趕緊來建立裝潢徵收的制度。伫厝內囤真濟茶幫，抑個哩哩扣扣的物件，攏無法度帶人。本來是成家的美夢，卻變做心中的痛。有幾位民眾တင်證講，甲某一間空間設計企業社有工程的糾紛，受害者遍及到湘北、台中、嘉義等所在，受害者至少20戶，受害金額初步估計要到600萬。我們被騙的那間公司到現在網絡上都還查得到營業登記，是我們國家讓這些蟑螂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嚴重嗎？這是一套設計好的騙局，你發現有問題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。呼籲政府正視這個結構性的漏洞。受害自主指控工程行負責人，佇工程款提到了，直接以重感冒、車禍等借口拖沙無施工，讓一間亂糟糟的厝無法度收尾。立委也提出5大訴求，包括要求各都市應該趕緊全面檢討相關的裝修契約，嚴厲保障消費者的定型化裝修契約，鼓勵使用大戶旅遊，並且建立合格業者查詢平台，提供民眾會當信賴指引。也要求消保處要公布裝修加抓業者的名單，避免民眾佫互因騙去。應記載跟不得記載事項，其實我們都要做兼顧。我們希望在年底之前，能夠我們把這個草案的這個部分能夠報到行政院，那後續能夠繼續來進行法制的作業。如果你有相關的內容的話，歡迎給我們，我們就轉軌在地的相關的縣市政府，由消保系統先做第一層次的一個處理。立委也呼籲伫咧年底，房屋裝修契約應該記載一個未當記載事項公告進程的空檔期，各都市會當查的就趕緊查，會當發的就發。營業登記愛撤銷的就撤銷，這來防止這個裝修加抓，各有民眾受害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